好，喂，各位好啊！咁好耐咧冇出過片啦嚇，因為呢段時間咧都想沉澱一下啦，即係諗一諗啲更加好嘅拍攝手法啦，同埋呢個思考啦。因為之前探店咧都拍到悶啦，咁就沉澱咗一排，咁發覺咧原來自己咧係冇乜嘢可以改變到嘅。咁唔緊要啦，都係照舊拍翻老地方。我平時去開嗰間君悅 SPA 啦，咁就穿插一啲依家最新嘅畫面、最新嘅情況啦。咁佢依家最新咧就開咗 K 房嘅，咁就穿插畫面嘅同時咧，咁我亦都講一講呢15年嚟深圳水會嘅變化啦。咁就講一講小弟啦。咁初出茅廬咧，同班 friend 上深圳咧，就係呢個2010年開始嘅時候。咁但係講緊去到頻繁地每個禮拜上去咧，咁就由呢個2013年開始嘅。咁深圳水會呢邊咧，咁其實就呢個2013年年尾同埋呢個2014年年頭咧，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水嶺嚟㗎。因為成個規矩、成個玩法都係唔同晒嘅，可謂一年天堂，一年地獄。咁2014年年頭發生咗乜嘢事呢？冇錯，就係咧某一套電影嘅原因啦。咁搞到成個東莞咧就俾人打咗。咁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啦。咁國家層面嘅嘢咧就唔方便多講啦。我都好愛國㗎。咁就燒到埋廣東深圳呢邊。咁自此之後咧，本身好多種項目嘅所謂咧，就剩得翻呢個92共識啦。咁以前咧就好興有3種價錢嘅，咁就講緊2011年嘅時候就邊3種價錢咧？咁我仲用翻某一間我記得嘅水會咧嚟做參考嘅。咁我記得嗰時個價咧最平就198啦，咁中間嗰個價咧就288。咁最好嗰個價咧就388。咁深水清嘅觀眾咧就知道我呢3個價錢咧分別係啲乜嘢嚟㗎啦。咁但係咧自此之後咧呢度咧就得返一種價錢，基本上啊。咁我就講一講2014年至2020年年頭咧當中有咩變化咧？咁個變化咧就係咧最明顯就係物價嘅不停加劇啊！咁本身咧，咁就可能咧200頭咧，其實就係已經搞得掂噶啦。咁去到最尾2020年嘅時候咧，就變咗最尾就300宗咁樣啦嚇。咁其實本身都無可厚非嘅。咁因為人哋咧本身都要揾食啊嘛，係咪先嚇？你喺大家樂大快活咧，你食個飯幾唔好食都好啦，其實佢都照樣陰啲幾蚊加上去。咁加到依家講緊50-60蚊一個飯啦，係咪先？咁至於服務方面咧，呢個時候個服務差距咧，其實就唔算話好大嘅。咁去親嗰啲場咧，有時咧就得返上邊，咁有時咧連上面咧都唔俾你咁樣咯。咁同埋嗰個年代感覺上啦，其實見你係香港人咧，你依然咧都係會殺食啲咁樣嘅喎。咁嗰時咧，佢哋咧行內人啦嚇，咁招呼我上去飲咖啡咧。咁就印象中咧就有3個度啦，其實咧我都真係唔算係特別叻嘅，咁係啊，咁但係嗰時覺得咧佢哋咧就純好多㗎，係啊，咁就同依家比就冇咁現實咯，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自然比較得心應手啦。咁轉個頭再講2020年之後嘅事啦，嗱，咁依家其實講下咧，好多場咧都開咗 K 房嘅，咁就包括君悅呢度咧，咁佢哋一般嘅收費又點樣咧嚇？咁佢通常都係咁樣噶啦，咁起碼要你咧至少坐2個鐘起啦嚇，咁就可能咧就送你啲啤酒啊，咁譬如送2打，咁又有果盤咁樣啦，咁同出邊唱又有乜分別咧嚇？咁如果你去呢個沙灣或者去南嶺呢啲地方咧嚇，咁個酒錢就可能就200-300啦嚇，咁陪坐咧就如果50分鐘咧就講緊200-300啦，咁就睇質素嘅。咁但係咧，咁呢度就一定就走啲噶啦，因為咧你起碼唱完之後咧，你一定有得按摩嘛，係咪先？咁事不宜遲啦，咁依家就同呢位老師傾2句。喂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叫阿靜啊。阿靜啊，你廣東人嚟㗎啦，識白話。會那麼一丟丟。一啲啲啊，係啊，咁我哋講用白話傾偈啦，係啊，你老家喺邊一度啊？石海線站崗
哦，湛江，不過嗰邊食海鮮好似一隻生蠔1蚊雞喎。咁有平有貴噶嘛。哦，我諗你以前個女朋友係咪帶你去湛江專登食啲生蠔㗎？有真係有專登去食啊！嗰時1蚊一隻。咁應該食咗生蠔好勁㗎喎嚇。咁其實阿388小靜咧，咁佢就廣東人嚟嘅，咁佢就識廣東話啦。咁同佢交流上咧，我覺得都會比較親切啲咁樣嘅。咁就跟住就講一講2023年到依家呢個情況啦。咁大家都知啦，當中我哋呢3年咧就冇得上去嘅，咁就因為封咗關啊嘛。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咧，當中呢3年咧係唔知變咗啲乜嘢，變化咗啲乜嘢。咁其實咧我都係個90後嚟㗎咋。咁大家見我之前嗰啲影片咧，其實好多時咧即係同啲老師講。你鄉下彩禮幾多啊？因為好老實啊，喺10幾年嗰個年代咧，係真係冇乜聽講過話38萬八江西彩禮啊，88萬八啊，東北彩禮咁樣嘅。因為人心咧就變咗啦，咁水會嘅模式咧就自然咧都變埋。依家價錢咧，我啱啱都講過啦。2020年年頭，我嗰陣時去呢個陽光。咁嗰時都仲做緊368會員價嚇，咁但係咧3年後咧23年一開關我就上咗嚟啦，咁又即刻由360幾咧，咁就變到依家400尾至500啦，仲要咁樣喎。2020年我去即係臨封關前去嘅時候咧，嗰時個服務時間咧講緊都仲係90分鐘嘅，咁但係23年一開關之後咧。咁嗰個時間咧就變咗60分鐘啦，個價仲要貴埋添，服務時間仲要呢個縮咗水嚇。咁其實如果你除翻每分鐘計啊，短短3年咧，佢哋每分鐘其實貴咗成個得啊。不過咧都冇計啦，係咪先？你都知同一樣嘅服務喺香港消費要幾錢㗎啦？嗰3年個大部分時間咧，我都係喺香港消費㗎咋。哦，好啊，你是叫什麼名字？我叫588小美。阿美呀，哇，真的美哦。這邊的話，覺得深圳如何呢？我覺得深圳還不錯呀，挺好呀，我也蠻喜歡這個城市的。哦，對啊，我也喜歡，所以通常也是來這邊過。來這邊就是玩，是吧？咁另外咧，呢個年代咧就多咗唔少所謂嘅樓上 SPA 啦嚇。咁唔知師兄們有冇幫襯過咧？咁我以前咧都拍過嘅，咁都講一講啦。其實咧，你打開美團咧個價錢咧平到貴，599啊、1000啊、2000都有嘅。咁其實佢哋咧都真係好揾錢㗎喎。咁講緊其實。如果係最平嗰啲599啦，可能真係就咁齋揼個骨咁樣㗎咋。你以為有嗰樣咧，其實就冇嗰樣，佢就氹你加上去咯。一係，不過我聽講過咧，某啲地方啊，氹完你加上去咧都冇啊，咁就中伏咯。不過當然啦，唔係個個場都咁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另外識某啲老師咧，就係喺呢啲樓上鋪就識咗個有錢佬，依家仲要上埋岸添。嗰件茂利啊，俾咗成100萬俾佢啊，個老師啊俾我睇埋啊，咁個老師啊梗係即刻同你拜拜啦，係咪先？嚇！咁既然依家多咗呢啲樓上 SPA 咧，咁就可能咧分薄咗水會嗰啲會所嗰啲客仔啦。咁樓上 SPA 咧當然咁有好處啦，咁有啲客咧。就中意呢個私隱度高啊嘛！正所謂鹹魚白菜各有所愛，你有錢嘅俾得又舒服，係咪先？所以依家某啲中細場嘅水會咧，平日啊可能就係做到30至40個客左右嘅啫，呢個係常態嚟嘅。嚇！以前星期5、6晚咧，其實好多水會咧都要你家中先俾房你瞓過夜咁樣啦嚇。咁但係依家其實好多場都唔使噶啦，如果只要嗰個場咧唔係 full 嘅話，咁我咧就消費開咧就梗係想瞓埋啦，係咪先？因為感覺上就好似喺酒店嗰度瞓咗一晚咁啊嘛。咁今集嘅分享時間咧又差唔多啦，咁可能咧以後咧都仲用呢一種模式咧去介紹啦，可能就去分享某一啲嘢俾觀眾啦，因為其實以前嗰啲咧
我自己都拍到有啲悶嚇。咁就因為自己就揾唔到 partner 啦，咁其實就拍嘅嘢就有啲限制咁樣啦。咁所以一路以嚟都多謝大家支持咁樣啦嚇。咁希望中意我呢條影片咧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咧，不妨俾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啊。咁另外我哋開通咗 Patreon 會員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好，拜拜。嚟啊，嗯，拜拜，小帥，我走啦。嗯。